泰國藝術文化舞蹈表演加開序幕，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佇咧大港國小舉辦甜蜜蜜家庭日，今年特別選佇咧同節之間結合印尼母親節，邀請新住民家庭來參與。讚，很棒，很棒。大家學到其他國家的語言。活動安排洗手感恩儀式，和小朋友幫媽媽洗腳，表達尊敬。另外，還佫有儕儕創關活動，含親子 DIY， 大小朋友會當歡喜的燒應景的衣仔，還佫用新年紅包做成喜氣的糕仔丁。最後，也佫做伙品嘗印尼節慶美食薑黃塔，現場氣氛相當溫馨。就是有那個家的感覺，這樣子，對，因為現在我們在這裡就是也是當母親了，這樣子。認識異國文化，也展現生命尊重的熱情，讓大家體驗有別以往的甜蜜蜜家庭日。台南市目前大約有38000名新住民，是城市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力量。透過新住民學習中心、教育輔導團的合作，提供豐富的教育加適應課程。市府嘛特別頒發感謝狀，肯定佇咧台灣文化家庭教育推動的積極貢獻。在教育、醫療、就業和生活上，不只是讓我們台南成為一個大家工作的地方，也可以成為你們放心安家第二個家。家庭教育中心希望透過節慶甲文化的串聯，和後一代學習尊重無同的文化。未來嘛持續辦理更加濟多元活動，和更加濟新住民家庭感受到資源甲溫暖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